在个新闻要来讲一个社会消息，这个南投有一个做灵境甲费用购买卖交财产的超过4000万，一个姓廖的好野人，和诈骗集团一个女性的李专呢，用花言巧语甲骗，摕现金800万块面交互车手，加在警方呢及时发现，将这个钱甲找回来。不过这个查甫人就是教袂乖，虽然讲和银行列为警示户，伊又佫为了闪骗银行的对门，将钱欠去其他的分行，走去其他的所在领钱，伫台中南投陆续面交现金3000几万，甲价值1000多万黄金，和诈骗集团短短2个月就互骗超过4000万。穿白衫的查甫人手提黑色的牌仔，深夜出现伫咧夜店的所在，互警方注意，一查才发现牌仔内底是800万的现金。客户的，这我不知道，我是负责来收钱而已。车手呀，不是车手。动作我唔知。查甫人凶凶讲，唔管安怎，就是讲袂清楚。最后800万现金拢互警方查转去。经过追查，这的钱拢是属于南投一个做灵应买卖的廖姓查甫人。警察替伊甲钱找转来，银行嘛将伊列做警示户。厝边讲，伊正经捌因为领钱，互银行报警。就是之前领钱，领很多钱，然后那个银行报的，银行。对啊。廖姓查甫人就是黑白晓，继续和诈骗集团联络。经过调查，因伫咧网络上接触，因专门用查某理专用温柔公式，互男子掠准讲有投资的好机会。为着要闪避行员追问，伊阁甲钱欠伫其他所在。领钱了后，伫咧台中和南投交易3251万的现金和1240万的黄金，互诈骗集团2个月内就哄骗4491万。因为廖男以为本辖高度关注对象，曾多次联系家属劝阻，但廖男对于诈骗投资仍深信不疑，对远景男主关怀极度不配合。诈骗集团的花言巧语，互查甫人完全相信，到落尾联络袂到人，才知影拢是一场骗局。发现的时间实在伤晚，4000多万的财产恐惊已经讨袂回来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